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咱驻伫泰国的前代表李应元，因为乌白生癌，昨暝伫台大病院过身咯，享受68岁。伊过往的消息一传出来了后，真侪伊伫政坛好朋友拢来发文章甲哀悼。总统府的发言人张敦涵讲，蔡总统接到消息，哀听唔甘，讲李应元是民主的斗士，是上好的伙伴，是台湾的守护者。立委曾瑞雄嘛伫面册来发文章，讲永别了黑名单的勇士。大使欢迎回台。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今年8月因为健康的问题，请辞返来台湾。伫机场的时看起来真瘦，经过治疗了后病情无较好。昨暗时因为乌白癌过身，享受68岁。消息传出来，嘛，互亲人和政党的朋友真唔甘。立委曾瑞雄发文章写再见黑名单的勇士，感谢伊少年的时对抗威权的勇气。为了台湾的整个民主跟自由然后呢，还要突破这国民党这种高压统治被列为台湾的一个黑名单一辈子用他自己的生命为台湾这块土地在付出。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嘛讲，蔡总统知影了后真唔甘，感谢李前总统是伊重要的工作伙伴，伊将其一生的奋斗是民主的斗士，台湾的守护者。虽然李前代表已经过世，不过伊永远是咱上好的伙伴，伊爱台湾奉献民主的信念，会永远和咱做伙。李应元伫政界要30年，伊老美的资历和另外的交际手腕，香港是天生的外交官，嘛捌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驻美副代表、陆委会主委和民进党秘书长、环保署长等等，资历真丰富。全世界都知道气候变迁，今年的气候变迁对台湾的影响是最具体的。伫政坛走跳这么多年的领赢大将，即摆因为病情过身，这么丰富的人生嘛画下句点。